1、2、3、4，因为有你的支持，予阮有无限的温暖。因为有你的鼓励，予阮充满着力量。3、4、1、2，你也咧等阮转来，阮也咧等，等你来看。嗨，大家好，欢迎光临岳云爱唱歌音乐教室，我是岳云老师。今天我们要介绍给大家的这首歌是《感谢有你》。这首歌是杨惠洁和杨博志两个人合唱的歌曲。杨惠洁她是因缘加盟的歌手，同时也是中部知名的歌唱老师。至于杨博志呢，很多爸爸妈妈、阿公阿嬷可能拢对伊就熟悉啦哈，伊是台湾那么旺哈，这个选秀节目的小歌手也很会唱所以这首歌呢，两个人合唱起来呢很好听。我们来看作曲是陈玉丽，作词是林翠玲。这是一首降 B 调的歌曲4/4拍的歌曲，也速度呢是102拍，1分钟有102拍。我们来看第一个音来。因为有你的支持，嗦嗦啦哆哆哆瑞咪二停，嗦嗦啦哆哆哆瑞咪二停，哆咪瑞哆哆哆啦嗦2、3停，哆咪瑞哆哆哆啦嗦2、3停。来，我们把它连起来，嗦嗦啦哆哆哆瑞咪二停，哆咪瑞哆哆哆啦嗦2、3停。来，我们看歌词，因为有你的支持，因为有你的支持，予阮有无限的温暖。再一次，因为有你的支持，予阮有无限的温暖。这个支持的支呢有两个音，我们把韵母带出来刚刚好。支持持呢，我们这个读咱哪卖唱用它的按怎读？支持对，对这个唱歌呢我说了很多遍，只是说话的延续，所以咱按怎读，咱就按怎唱，咱按怎读支持，所以我们唱的时候这里加了转音，支持接下去予阮有无限的温暖，这都是这都加了转音，请要注意好了。予阮有无限的温暖，接下去嗦咪咪啦嗦嗦啦嗦2停，哆咪瑞啦哆停停，嗦咪咪啦嗦嗦啦嗦2停，哆咪瑞啦哆停停。因为有你的鼓励也是一样，跟支持一样，请把韵母唱出来。予阮有充满着力量，这个满是后半拍，你也是后半拍，顶头这段呢你跟这个无都是后半拍，请要注意来，因为有我们再来一次来，因为有再一次。因为有这个为要一拍，对不对拄则小等的呢充满的充嘛是1拍半，这个满要唱后半拍因为有你的鼓励，停，予阮充满着力量，停停停停，瑞哆啦停。啦嗦咪，这个你也咧等这个要单几拍，除了瑞哆啦之外，1、2、3、4要拉长4拍，然后停1拍，叫等阮转来
凳呢也要拉长一拍，我们正好把它的韵母唱出来哈，就刚刚好了哈。来，1 2 re do la， 停啦啦嗦咪2 3，哎，从头再来，1 2 re do la， 停啦啦嗦咪，哎，我们看歌词来，停停，你呀咧等有停，等阮转来，哎，等阮转来，啊，这个要唱一拍哈。你呀咧等停，等阮转来，停停，你呀咧等。哎，刚刚杨慧杰问说：“你呀咧等哦？”对啊，这个杨伯志呢就回应呢：“阮呀咧等啊，哆啦，停停，哆咪嗦。”跟前面这一行这个单问邓来一样，单立来看啊，这里也要拉长一拍，请把韵母单给它带出来哈，来1 2哆啦2 3 4停停，哆咪嗦2 3 3，哎，阮也咧等来。1 2， 阮也咧等，停停，等你来看，停，嗦嗦啦哆瑞哆咪嗦啦嗦，嗦嗦啦哆瑞哆咪嗦啦嗦，找一个属于咱的所在，所在，这里有一个半拍的拉啊，请把这个嗦呢嗦这个尾音这个这个韵母这个给它唱出来来。找一个属于咱的所在，搁一摆来，找一个属于咱的所在，嗦嗦啦哆啦嗦咪咪哆瑞。嗦嗦啦哆啦嗦咪咪哆瑞，来做伙打拼创造未来。这一个半拍正好要发它的子音，它的母音，对不对？创造未来，来做伙打拼创造未来，找一个属于咱的所在，来做伙打拼创造未来。咪瑞嗦咪，拉嗦哆啦，哆啦啦咪拉嗦，哆啦啦咪拉嗦，哎。这个脚弯脚的脚也是后半拍，哆啦啦咪拉嗦，哎，我们从基五力来，1 2 3，基五力，阮心内着满足，搁一摆来，基五力，阮心内着满足，嗦嗦啦哆瑞哆咪嗦啦嗦，嗦嗦啦哆啦嗦咪咪哆瑞。哎，头前这副歌这段呢是杨慧杰说呢找一个属于咱的所在过来呢阮心内着满足。哎，后面呢接着呢杨伯志也反映了也是一样，找一个属于咱的所在来做伙打拼创造未来。这段呢这个节奏、旋律歌词完全一样不过后半段就不一样了。好，来，我们先把前半段连起来。1 2 3，找一个属于咱的所在，来做伙打拼创造未来。咪瑞嗦咪，拉嗦哆啦，拉嗦啦哆，嗦啦嗦嗦。来，因为你，
刚才是肌无力，现在是因为力，旋律节奏完全一样，歌词呢有改变，不过后面这一句就不一样了。咪瑞嗦咪拉嗦哆啦拉嗦啦哆嗦拉嗦，因为你充满快乐希望，快乐要拉长半音，但是一样是哆，所以咯一样是长长的咯，希望嗦拉嗦希呢这个第二个音呢是拉我们正好把把它的尾音拉出来哈。因为你充满快乐希望，停，re 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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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 mi，re 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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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 mi， 甜甜的滋味，甜甜的滋味，甜甜的滋味啦，好来，甜甜的滋味。滋味的滋前面要停半拍哦，好接下来呢，甜甜的滋味停一拍，再来嗦啦嗦哆瑞哆停，嗦啦嗦哆瑞哆停，感谢有你停，感谢有你停。我们从甜甜的来连，把这一句呢这一行给它连起来，甜甜的滋味，感谢有你。好，来，我们把这一句呢甜甜的滋味感谢有你也是杨伯志唱的，我们来从杨伯志回应杨惠杰的这个吹起来做小以咱的所在，这在哪里？第25小节，来连到这里，感谢有你来。1、2、3，吹起个小雨咱的所在，来做伙打拼创造未来，因为你充满快乐希望，停，甜甜的滋味，感谢有你，停，好，过来呢，一直穷万，就两个人合唱了好，来，我们把甜甜的滋味这里呢第25小节后半段这里来，再来一次，连这个甜甜的滋味来。还有同学刚刚呢比的25然后呢告诉我呢这个这个地方是不是有一点点小问题？来，我跟大家报告一下，这里没有问题。这个25小节呢停，然后这个休止符呢有附点，所以休止符要休息多久？1拍半所以呢这个吹起来这只有半拍了，所以我们这里要数1、2、3。然后还要一下才吹，有没有1、2、3，吹起来这1、2、3， 3是1拍，但是后面呢还要久一点才吹，因为什么？因为刚刚你看这个嗦只有半拍所以这里嗦要怎么讲？要短一点，它只有半拍。杨惠杰刚刚上面第17小节的这个吹也是只有半拍所以请要注意1、2、3，吹起个小雨咱的所在，抓到了吗？抓不到，我们再来一次来。1、2、3，吹起个小雨咱的所在，来做伙打拼创造未来。因为你充满快乐希望，停，甜甜的滋味，感谢有你，停，瑞哆咪嗦嗦啦啦哆咪瑞2、3、4、5停。一直充满感动，停，再来一次来，瑞哆咪嗦啦啦啦哆咪瑞5停，
我们唱歌词，伊的充满充满充满感动。停。好，最后一句， re mi re do re do， 感谢有你，感谢有你。啊，我们唱到这里呢，第一段就唱完了哈。感谢有你，我们看一下这个高帽子的地方，你啊，高帽子1 2，高帽子1 2啊，高帽子1啊，这就是说我们呢感谢有你呢哈，你2 3 4 1 2，然后停停，然后接着呢间奏16小节之后反复，反复记号的终点在这里，那起点呢？起点看一下，我们就又从头，因为有你也集齐来唱了啊。好，但是呢，我们唱到第2遍的时候呢，感谢有你2 3 4 1 2，停停就结束了。所以这一首歌呢，全曲要演唱2遍半。要全曲要2遍，间奏16小节之后呢，从头又反复的唱到感谢有你就结束了。我们刚刚已经唱过了第1遍，我们现在就来唱第2遍了哈。同学呢比手指头向下是说太高是不是哈？来，我们来降一下，降 B 哆西拉嗦，来我们降一个音。因为有你的支持，予阮有无限的温暖；因为有你的鼓励，予阮充满着力量。停停停停，你也咧等，停等阮转来。停停，你阮也咧等，停停，等你来看。停，找一个属于咱的所在，来做伙打拼创造未来。只有你，只有你，阮心内着满足。找一个属于咱的所在，来做伙打拼创造未来。因为你，因为你，充满快乐希望。停，甜甜的滋味，感谢有你。停停，伊直充满充满充满感动。停，感谢有你。停停，这首歌唱到这边呢就唱完了什么事？同学说副歌要再来一次啦。OK， 来，副歌在哪里？大家找一下。第17小节，我写了一个大大的红红的副歌，有没有？好，来，从这边来。找一个属于咱的所在，来做伙打拼创造未来。只有你，只有你，阮心内着满足。找一个属于咱的所在，来做伙打拼创造未来。因为你，因为你，充满快乐希望。停停停，甜甜的滋味，感谢有你。停停停停，伊直充满充满充满感动。停，感谢有你。停停很棒很棒这首歌呢唱到这里就结束了。这就是今天介绍给大家的感谢有你这是杨慧婕和杨博志合唱的好听的歌曲
我这里是岳云爱唱歌音乐教室，感谢大家长期以来的支持，欢迎到频道来订阅、按赞，并用力的帮我分享哦。好，今天就到这边，我们下次再见，拜拜。